列国啊，恁着群情来听，地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着听，着知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。行伫黑暗中的百姓，看见大光；徛起伫死荫的地下，有光照因。上帝啊，加添咱的欢喜，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赏赐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称作奇妙无事、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的爸，和平人君，就是伫大笔的宝座甲伊的国，对打到永远。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，要成这个事。负担超越的使命，因受竞选成做上帝赏赐恩典，予世间人的器具。因无惊吓，充满信心，尊叹上帝的使者，对因所指示的代志，因做伙准备家己来迎接特别来临的圣者基督。当且听圣经所记载。约瑟的姓系属伫大笔的家，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就去犹太，到大笔的城，名叫伯利恒的，要甲伊所评定的玛利亚三角做嫁嫁。迄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，因伫遐的时生产的期到，就生头前囝。用布包伊，互伊困伫泽里，因为客馆无所在，通用温因。
列国啊，要尽前来听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应当听，不要惧怕。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。耶稣，这世界的救主已降生，神的一切应许，在基督都已成了。为此，我们借着他说阿们，也借着基督使荣耀归于神。这是关于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好消息。这福音要传给全世界，并向每个人做见证。如今我们要做神带给世人盼望和喜乐的器皿。愿在我们一切所说和所做的事上，活出基督的喜乐。